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0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列王记下卷19章第8节到20节，35节到37节，启示录第2章12节到2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实。信实不只是人跟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基本要求，更是在商业交易上面呢是一个重要的评量标准就是所谓的信用。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叫做信用的平等，市面上也有一种叫做信用卡。关于信用卡呢，台湾曾经有一个银行发行了一个信用卡，叫做 George and Mary 这个卡。这个谐音是要用台语去念的就是借钱不免利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借贷呢，银行的借贷其实他们就是合法的钱庄他们的存在目的就是要借着利息来赚钱怎么有可能就不用这个还利息呢这样的卡存在曾经造成台湾当初有很多的人因为这样子有错误的想法，就变成卡债信用的危机了牧师刚刚到美国去牧会的时候呢，也因为在美国没有信用记录，所以就没有办法办理什么贷款贷款购车啦，或是办理信用卡，这都没有办法。所以当时候家庭的需要，交通的需要，买的车是用我的侄儿的信用来协助连带做汽车贷款。也因为没有信用记录，曾经还遇到有人想借着购屋贷款来诈骗牧师的这样情况列王记下卷19章第8节到20节，35到37节，经文这样写道：亚述的大将知道皇帝已经离开拉吉，去攻打附近的利拿城，就上那里去请示。亚述人当中传说古时王特哈加领了埃及军队要来攻打他们。亚述皇帝一听见这话，就再次的差使者给犹大王西西家送信，说：你所信靠的神告诉你，你不至于被我打败，但是你别受骗了。你一定知道，凡是亚述皇帝说要毁灭的国家，结局是怎样的。你想你能够幸免吗？我的祖宗曾经攻下歌散、哈兰、利色，歼灭了住在提拉撒约的伯伊甸人，他们的神明救得了他们吗？现在哈马、亚尔拔、西法瓦因、西拿和以瓦诸王在哪里呢？西西家从送信的人手中接过信来，读后就到圣殿去了，在上主的面前展开。他向上主祷告说：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你是唯一的上帝，你管理世上万国，你创造了天地。上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上主看顾我们，请听听西拿基利所说侮辱你永生上帝的话。上主我们知道亚述历代君王把许多国家夷为平地，焚烧了各国的神明，其实他们不是神，只是人用木头、石头造成的偶像。上主我们的上帝求你从亚述的手中拯救我们，这样世界各国就知道唯有你上主是上帝。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送信给西西家王，告诉他：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已经垂听了你控诉亚述皇帝亚拿基利的祷告。当天晚上，
上主的天使进入到亚述人的营中，杀了185000兵士。第二天天亮，遍地都是尸首。亚述皇帝西拿基立只好撤退，回尼尼微去了。有一天，他在庙里面拜他的神尼斯洛的时候，他的2个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是杀了他，逃到亚拉腊去。另外一个儿子以撒哈顿继承他来做皇帝。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还有西西家王，他们所依靠的是那一位很有信用的信实的上帝。因此呢，虽然他们遇到强敌亚述帝国跟皇帝，他们仍然能够屹立不摇。上帝吩咐约翰写信给推拉教会的天使，也提到了他们的信仰是坚定的、实在的，并且愿意在面对困境、诱惑的当中坚持信仰。启示录第2章12节到29节，首先记载别迦摩教会也坚守了上帝的名，是上帝所喜悦的。经文说，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天使，说那位有双利刃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住处就是撒旦称王的地方，但是你对我忠诚，甚至对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撒旦的地盘被杀害时，你也没有放弃对我的信心。不过有一些事我还是要责备你们。你们当中有人随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引诱巴勒，教唆以色列人犯罪，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又犯淫乱的行为。同样，你们当中有人随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所以你要悔改。若不悔改，我马上就来，用我口中的剑攻击这些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下那隐藏着的玛拿，我要给他一块白石头，上面写了新的名字，这名字除了接受的人，别人都不认得。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天使说，上帝的儿子，那位眼睛像火焰一样闪耀，脚像擦亮的铜那样明亮的，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的爱心、信心、侍奉和耐心。我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比先前还要多，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容忍那自称先知的女人耶洗别，他教唆并勾引我的仆人行淫，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我曾经给他时间让他悔改，他却不肯离弃他的隐行。看吧，我要使他病倒在床上，那些跟他行淫的人，除非他们悔改，不再跟他行淫，否则我要使他们跟他同受大苦难。我也要击杀跟从他的人，各教会就会知道我洞悉的思想和意念。我要按照你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报应你们。然而你们在推雅推拉其余的人，没有跟从那邪说，没有学习所谓的撒旦的奥秘。我告诉你们，我不会把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但是你们要持守你们已经拥有的，直到我来。至于那些得胜的，能够继续遵行我命令到最后的人，我要赐给他权柄，跟我父亲所给我的一样。我要赐给他权柄来统治万国，用铁杖治理他们，像击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我也要把诚心来给得胜的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
成为一位有信实的基督徒，在困境当中要坚持，其实是不容易的。但这却是上帝的特质跟上帝的要求，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吧。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不要因作恶的人懊恼，不要羡慕行不义的人，他们要像草一样，很快的枯干了。他们像花木一样的凋残，要信靠上主，努力行善，安居在这片土地上，享受康宁。要向上主寻求喜乐，他一定成全你的心愿。要把你自己交托上主，信靠他，他会帮助你。他要使你的公平如光照射，他要使你的正义如正午的太阳。要耐心等候在上主的面前，不要因兴盛的人而懊恼，不要因恶魔得逞的人而不平。不要气愤，不要发怒，不要懊恼，这对你有害无益。信靠上主的人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作恶的人要被赶走。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艰困的环境当中来坚持，坚定的相信，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我们要以信实的生命来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